3月21日星期六，今日嘅聖經金句係取自《若望福音》。群眾因耶穌而起了紛爭，有人想要找他，可是沒有人下手。司祭長和法利賽人都問不出結果，於是說：難道你也來自加里肋亞嗎？你去考察一下，就會知道沒有先知是來自加里肋亞的。眾人便各自回家去了。反省：司祭長同埋法利賽人派侍衛去捉拿耶穌，但佢哋之間對耶穌嘅睇法並唔係一樣嘅，於是最後都係將佢釋放。我哋嚟諗一諗，點解司祭長同埋法利賽人千方百計要殺害耶穌呢？分享一下你嘅理解。遇上同學唔相信耶穌，我哋應該點樣做啊？分享說明一下。祈禱意向：祈求聖神引領我哋喺生活中與聖言緊密地聯繫喺一齊，讓我哋嘅表現亦都感染到尚未接受耶穌嘅人。願上主俯聽與成全。行動回應：尚未辦告解嘅，可以趁明天主日彌撒前或期間辦告解。復活節前參加堂區舉辦嘅靈修活動。